呢一章呢，就係嬰兒嘅受精就受精成咗人嘅嬰兒嘅圖。如果係未出世而冇咗嘅，又或者出咗世夭折咗嘅，都可以用三支香，即係一炷香，可以讀下呢啲啦，係嘛？好啦，而家開始讀啦。種種無明是苦根，苦根盡除善根存。但憑慧劍威神力，跳出沉淪五苦門。道以無心度有情，一切方便是修真。若歸聖智圓通理，便是升天得度人。天尊聖號不思議，普為嬰靈薦福機。仰求高僧誰薦拔，豁開血照復慈悲。重重善念皆無量，浩浩良恩自有期。唯願嬰靈憑道力，三天雲路坦然歸。